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好多謝咧台灣網友咧又同我哋咧分享關於咧台灣嗰邊嘅事情啊！即係高 B 哥咧，實在咧時間咧兼顧唔到咧咁多嘅地方啊！一陣間咧又歐洲啦，一陣間又美國啦，一陣間台灣啦，一陣間中國大陸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可能咧掛萬就漏一啦嚇！咁所以咧大家希望咧就包容。咁啊今日呢個 email 咧其實有句金句出現咗㗎，就係話美國係恩人。大陸咧就係親人喎，究竟邊個講嘅呢？呢個就係國民黨嘅主席鄭麗文講噶。今日2月3號咧，應該咧就係應該可能喺北京啦就係兩岸交流合作前瞻啊。OK， 呢個咧國共嘅論壇，今日應該係開幕噶啦。呢個情況咧就等佢咧就即係講咗啲咩嘢，同埋燃燒下之後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啦。又或者台灣網友同我哋分享，好嘛？因為點解咁講呢？我成日都好建議咧，就係唔同嘅網友，你哋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同我分享你哋嘅意見，因為我哋咧身處唔同嘅地方咧，我哋好可能睇事情一個角度係唔同噶。冇話你嗰個一定啱，我嗰個一定錯，又或者調翻轉我嗰個一定啱，你嗰個錯，冇對錯呢樣嘢㗎嚇，只係咧大家因為身處唔同嘅地方、唔同嘅狀況咧，個角度講嘢就唔同咁解嘅啫。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咧收多啲唔同角度睇事情嘅嗰個面啊，係嘛？email 今日講美國係恩人，大陸係親人，點解會講呢個咁嘅説話出嚟嘅咧？同大家分享下。近日新任嘅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呢，喺一個訪問之中有講關於呢個美國係恩人，大陸係親人嘅言論。呢個呢係一個社會呢個係呢個媒體嘅一個評論同大家講一講關於呢番説話㗎。首先呢，佢用呢個呢兩岸交流合作前瞻為主題嘅叫國共智庫論壇將會喺幾日之內呢，就係正式呢，就係開幕㗎啦。呢個咧，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呢，就喺呢個兩岸關係咧發表令人印象深刻嘅一個咧談話噶。佢講到就話美國曾經係我哋嘅恩人，聽清楚美國曾經係我哋嘅恩人，但係大陸就係我哋嘅親人。台灣呢，係唔需要咧喺美中之間咧係做選擇噶。希望兩岸和解能夠帶嚟咧美同埋中咧和解同埋合作。而鄭麗文嘅呢班發言係有格局㗎，更加重要嘅係咩呢？就係佢講得出咧台灣社會嘅共識㗎。好啦，咁喺呢度咧高 B 哥停一停啦，講一講我自己嘅個人嘅睇法嚇。因為咧其實咧唔單止係台灣，其實而家全世界好多個國家。包括咗咧啱啱咧嚟完中國嘅英國首相啦，之前咧嚟嘅加拿大首相總理啦，跟住咧再可能會嚟嘅係德國啦，再之前有芬蘭。大家都見到咧，其實每一個國家嚟到咧都唔夠膽選邊站，或者唔想選邊站，因為明顯地而家你揀呢個美國嘅話咧，你就會俾佢咧食住你，捏住你喉嚨，攞盡你嘅資源。但係咧，如果而家揀中國得罪美國嘅話咧，佢哋咧都仲未適應得到，因為一下子咁樣去 shift 過嚟，一下子咁樣去轉過嚟嘅話咧，其實咧對佢哋個國家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傷害㗎。所以咧，就算係真係想親中都要慢慢逐步做，就唔能夠一下子。始終呢啲嘢咧係積落咗幾十年啦，建立咗幾十年，堆積咗幾十年嘅嘢。再加埋咧，你唔好睇少咧呢個咧美國擺喺唔同國家嘅滲透係咪？有好多 C 交叉 A 嘅人，又或者咧即係總之咧就係由美國咧培植出嚟嘅人啦。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個格局係咁樣。而家咧永遠你只會聽到咧好多唔同嘅國家咧就喺度不停喺度咧左右搖擺，就想就即係親中，但係又唔敢表現得好親中。想離美，亦都唔夠膽咧表現出咧完全係離開美國。哪怕係卡尼講到嗰番説話，話舊世界嘅秩序咧已經係冇咗噶，但係咧都仲要講緊一啲咧阿諛奉承美國嘅説話噶。呢個咧就係佢哋而家嘅實際嗰個狀況。我哋唔係人哋個國家嘅人咧，我哋好難咧去體會到就係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同埋咧有陣時咧有啲嘢咧就係咧同後生仔講嘢一樣同好多人都係講嘢一樣。
有陣時咧，你想同埋你需要係兩樣嘢嚟㗎。OK， 你想咁樣做同埋你需要咁樣做係兩樣嘢嚟㗎。咁所以咧，大家要搞清楚你想係點樣，同埋你需要係點樣。咁而家佢哋咧真係就撞咗，或者夾住喺呢個咁樣嘅狀況之下。咁啊幾時變到咧？中國咧又係佢需要，又係佢想嘅咧？咁呢個又係要啲時間先得。OK， 咁好啦，繼續講落去嚇。咁啊嗱，首先咧佢話不出所料啦。鄭麗文嘅呢番恩人親人説咧，喺呢個南陸同時咧掀起咗波瀾㗎。嗱，有人啊對呢個美國係恩人咧頗為不滿㗎，批評美國啊總係以自己嘅私利咧作為取向，喺一個關鍵嘅時候咧，居然咧係拋棄咧中華民國。仲有人對於呢個咧大陸係親人咧，亦都憤憤不平㗎，加碼咁指控咧就話對岸啊唔係親人係仇人。但係無論如何啦，呢番嘅説話咧，之所以引起咧咁大嘅迴響啊，根本上係因為咧鄭麗文用咗一種咧接地氣嘅比喻去描述啦，台灣喺呢個咧美中嘅情勢之下咧嗰種自處之道㗎，老百姓係聽得懂啊，真係有感覺㗎。嗱，呢個咧就同咧美國嘅斬殺線嘅講法係一模一樣㗎。其實咧一路都存在。但係點解突然之間掀起咁多個波瀾呢？係咪？今朝早咧我就出咗一個影片咧，就係咧呢個係高志海教授啊，同呢個咧阿盧 A 嘅對話嚟㗎。咁啊嗰個片雖然長啲，但係裏邊咧好精彩啊！咁啊有講到關於斬殺線呢樣嘢，係人都知本身就有啊。不過咧你撩佢出嚟咧就打擊咗咧美國，因為佢一路都包裝自己咧就係一個咧咩啊？哇！美國夢嘅地方嗬啊！呢個地方咧又好好啊，又好正，又好掂啊！點知原來講咗出嚟咧係咁令人傷心，就係咧原來大部分嘅人咧其實喺條斬殺線嗰度，只有少部分嘅人咧就係好嘅啫。咁當然都係講嗰句啦，呢啲咁嘅即係貧富懸殊極端嘅國家咧，其實咧一定係冇運行嘅。點解啊？喂，本來你就係頂尖嗰班人，咁啊梗係好啦。但係如果唔係嘅話，而家美國你仲話遍地黃金、遍地機會喎，錯啦！而家全部都已經係啲大金主啊、大財團啊，去壟斷晒所有嘅嘢，而且仲係越嚟越向嗰個方向行緊。咁所以呢班人咧一路籠絡同埋咧收買咧一啲政治人物，係咪啊？佢哋美其名咧就話呢啲叫做 sponsor 嚇，資助贊助；美其名咧就話呢啲叫做 lobbyist， 即係話咧就係遊說。其實從頭到尾咧就係揾錢去改變咧嗰個遊戲規則，跟住繼而咧對佢自己有利。咁你本來就唔係有錢，本來就唔係有力，本來就唔係能夠遊說嗰班人，你又何來喺嗰度能夠得到一個好好嘅機會啊？或者唔好講好好平等嘅機會啊，係咪？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咧，即係呢啲咧就係極端資本主義出現嗰個狀況嚇。我講緊係極端資本主義。OK， 好啦，喂，咁啊講翻咧，而家鄭麗文咧而家講咗呢番嘅説話。咁啊，而家咧台灣嘅情勢咧起起伏伏㗎。而家又要面對另一個新嘅歷史節點啦。咁啊，世界嘅政治板塊咧崩裂。而且係碰撞嗰個嘅鳴，嗰個叫轟鳴啊，哇已經係響起咗噶啦。台灣咧係冇辦法咧獨善其身噶。對於中華民國治權之下嘅台澎金馬，每一個人嚟講當下咧必須要主動咁樣去思考，同埋咧係與其被動咁樣由一班強權去決定咧我哋自己嘅未來，不如咧靠我哋自己嚟為台灣嘅呢個安定啦，同埋咧繁榮打開一片嘅天地㗎。嗱，相信呢個就係咧阿鄭麗文就任呢個黨主席之後咧，為國民黨、為中華民國、為中華民族思考嘅下一步嘅行動。所以佢咧就派出咗咧副主席咧去到北京同呢個大陸方面咧係溝通㗎。嗱。到親自同呢個 AIT 咧嘅台北負責人咧就係會晤啦。咁再去到籌辦咧首次嘅兩岸智庫論壇，以及係咧規劃咧訪美，以及佢有提到咧就話執政之後咧將會推動咧兩岸和平框架嘅一個概念㗎。鄭麗文已經好清晰咁向外咧係展示咗佢所開創出嚟嘅和平之路嘅方向係喺邊度嘅。概括嚟講係智慧、善意同埋韌性係走好呢條咧和平之路不可或缺嘅三大要件嚟㗎。小事就大意志呢句嘅諺語成日都運用於台灣對外政策嘅語境之中㗎。
亦都係中華民國喺呢個台澎金馬風雨飄搖70幾年嚟謀求生存同埋發展嘅最重要秘訣。智慧意味住善於使用自己嘅實力同埋係資源㗎，而唔係衝動更加唔係盲目咁樣使用一啲蠻力就可以解決一啲問題㗎。民主化之後歷任嘅總統同埋政府，無論係對內定係因為對外最盲嘅係咩呢？最橫蠻個盲係咩呢？就恐怕係今屆嘅政府㗎啦。相信冇人會持有異議㗎。喺呢一種嘅狀況之下，在野黨係責無旁貸咁樣扮演一位智者嘅角色，嚟到為台灣係嘅和平係謀出路㗎。鄭麗文上任之後佢籌劃嘅首次兩岸正式交流對話活動，以一種智庫論壇就作為係主題㗎，正係彰顯咗呢個智慧喺呢個緩解台海緊張、化解呢個兩岸嘅分歧之中個重要性㗎。以至至少係相對於其他嘅各行各業嚟講，或者學者智庫都係比較係理性一啲，有歷史觀同埋有大局觀一啲㗎。而且能夠深思熟慮精英們佢哋嘅群體。事隔咗10年國共個對話以呢個智庫交流嚟到重啟，以經濟同埋民生嘅政策嘅研究嚟到切入，亦都係充滿政治智慧嘅決定嚟嘅。好啦，相對於智慧啦同埋善意係更加主觀嘅一個評判嘅一個標準。但係呢個亦都係國際關係啦，同埋對外嘅交往之中必不可少嘅一個特質嚟㗎。釋放善意同埋保持謹慎並唔係矛盾嘅噃。表達呢個善意亦都唔係意味住要放棄而家既有嘅立場嘅。更加關鍵嘅係善意係要令到對方理解同埋接受㗎，呢個先至係重點。以錯綜複雜嘅美中關係為例無論喺過去嘅拜登嘅4年定抑或喺特朗普重新執政嘅1年裏邊，美中嘅競爭激烈，但係至少都喺度玩緊元首外交呢個層面嗰度彼此都仲係保持住善意㗎，為全球嘅穩定提供咗個基礎㗎。同理啫嘛，兩岸固有嘅矛盾積重就難返㗎啦。但係雙方嘅高層都可以互釋善意，咁樣可以為到台海爭取一個緩衝嘅空間㗎。但係賴總統上任之後呢個習近平曾經藉由會見馬英九啦，同埋釋出唔少善意，以點樣以一個更加寬泛嘅一個中華民族嚟到解讀呢個9·2共識。然而呢個賴政府不但止冇理解接納，反而強調兩國互不隸屬，敵對勢力咁話。呢個肯定係釀成台海關係每況愈下㗎啦。而鄭麗文公開咁釋出就話大陸係我哋嘅親人，咁努力咁樣希望推動國共係對話㗎，並且係將兩岸同埋解放放諸呢個美中嘅和解層面。呢個先係正確有效嘅善意表達嚟㗎。喺呢啲嘅年裏邊民進黨嘅官員日日都喺度將個所謂叫韌性就掛喺個嘴邊嗰度，但係佢哋所理解嘅韌性早已經係異化成為草木皆兵嘅一種備戰同埋對抗。真正嘅韌性係鄭板橋詩裏邊所講嘅任以東西南北風只要紮根夠深夠穩嘅話，可以係隨風彎曲，保持柔韌。姿態你越硬就越容易係截斷㗎啦。賴政府恰就走到韌性嘅反面。鄭麗文一方面以英國首相訪陸為例，訪問大陸即係訪華為例，從呢個戰略嘅層面去詮釋真正嘅韌性。而另一方面將呢個防災作為智庫論壇嘅呢個議題，從民生嘅層面嚟到增進兩岸社會嘅韌性㗎。將嗰個高階嘅政治同埋基層嘅政策係相結合㗎。新一年鄭麗文將會開啟一個
國共對話加埋台美溝通嘅一種和平之路。嗱，呢條路咧註定唔係一個坦途嚟㗎啦，但係方向咧係完全正確㗎。嗱，希望國民黨能夠咧整合在野，團結民意，發揮智慧、善意同埋韌性，令到台澎金馬嘅百姓咧喺不確定嘅區域情勢之中，能夠睇得見預見能夠可以睇到咧預見咧嘅一個和平榮景㗎。好啦，咁台灣嘅網友咧分享嘅文章咧就嚟到呢度啊，咁只能夠咁講啦。有一啲人咧好有佢嘅政治野心，又或者咧佢咧的而且確咧係睇得好清楚咧，美國而家真係咧每況愈下噶。如果咧而家咧到最後咧都仲唔好好咁把握咧美國呢個短時間裏邊嘅即係輕微嘅優勢咧，過多一段時間咧佢梗係咧買緊美國唔掂，所以要咁心急咧，真係搞台獨啦，係咪？嗱，坦白講啊，台獨如果你企喺佢嗰個角度嚟睇，你係翻佢個位置，喂，美國而家仲有少優勢，我都唔攞埋。我見到美國而家俾阿特朗普搞到咁樣嘅話，過多3-5年，全世界就算唔係話完全親中都肯定唔親美啦。你係咁割人哋韭菜，啱啱先？咁嗰陣時我仲點樣撥動啊？我只係一個2300萬人嘅小島，而家我為咗求你繼續睇住我，繼續掹住我呢度我連台積電都俾你拉埋過去出賣我呢個台灣嘅護國神山啊！講真，如果台灣冇咗台積電嘅話，直情係冇咗台積電嘅話，或者台積電反而變咗喺台灣裏邊係副廠，而主線去咗美國嘅話咧，我都唔知台灣可以靠邊樣嘢可以再喺個世界裏邊咧有能力令到咁多國家去關注佢哋，係咪？因為中國，你以為就會關注佢，可能調翻轉，因為中國佢哋更加唔會關注佢，係咪？喂，唔好忘記。台灣嘅邦交國，所謂邦交國，而家已經得翻唔知11定12個啦。咁跟住咧咁啱得咁巧咧，而家咧呢個南美國家呢個咧係烏拉圭嘅總統都仲喺度訪緊華。咁好多人咧就見解就話，喂，連烏拉圭都嚟埋咧，剩翻唯一一個咧喺南美裏邊嘅拉美國家裏邊嘅邦交國巴拉圭咧，就遲早咧都散埋，因為咧成個拉美咧基本上咧都係同中國咧係比較親近嘅。包括咗咧之前咧又話一定咧會反中一定唔同咧共產黨合作做任何嘢嘅嗰個叫做阿根廷嘅總統係咪？咁都話而家好奇怪，原來呢個國家唔係其他人形容咁，原來咧同佢傾呢個生意嘅話，佢真係淨係同你傾生意，就唔會拉埋任何政治嚟講呢個咧對於咧美西方嘅呢啲領導人咧，佢哋都估唔到，更加何況係嗰啲平民百姓係咪？即係連佢哋都覺得好驚訝，原來中國真係咁樣嘅喎，係咁清晰嘅喎。原來咧佢哋係唔需要咧搞我哋嘅國家，唔會伸隻手入嚟指指點點嘅喎。咁樣嘅話，喂，呢個朋友交得過係嘛？喺咁樣嘅狀況之下，喂，即係你仲學人哋搞台獨喎？起碼咧到目前為止咧，我咧大量聽到翻嚟、睇到翻嚟嘅評論啦、資訊資料啦，又或者真實咧佢哋嘅行動咧，就只係咧極其量咧就話咧希望咧台海維持現狀 ，OK？ 就冇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人咧，居然咧夠膽出嚟就話支持咧台灣獨立呢件事㗎，係咪？好多咧就有啲議員出嚟咧就騷騷揚揚咁樣，特登又搞下，又話2758號決議又點一陣又話從來咧就即係中國又冇管治過台灣島又呢樣嗰樣咁，但係咧大體嚟講咧，根本咧冇一個國家、嘅領導人咧係夠膽用國家嘅身份、國家嘅力量咧，就係支持咧話台灣係要獨立，又或者咧好似阿賴清德咁講就話台灣根本獨立咗㗎啦，使乜再追求獨立啫咁樣。咁呢啲咁嘅廢話咧，其實咧冇乜意義㗎。咁再加埋咧，大家都要認清個現實特朗普搞亂咗個局之後咧，其實以前嗰種嘅政治嘅張力咧冇咗㗎啦。
大家要認清楚啊嚇！我再強調多一次，我認為咧而家仲喺度玩嗰啲咁嘅突然間攞到個字眼啊咁啊，台灣我知其實出現咗喺美國嘅電視上面，好似好勁好叻咁樣啊。其實呢啲咁嘅小恩小惠咧，或者呢啲咁嘅即係佢哋嘅叫小確幸咧，我唔該你收翻埋喺你個台灣啦。而家成個世界咧唔再講呢樣嘢㗎啦，真係咧就算唔講拳頭啊，都真係要講國家實力。因為咧，成個世界嘅撥動係特朗普撥出嚟㗎，OK？係講國家實力㗎，冇人因為你去得罪中國㗎，你唔好咁天真啦。如果你仲喺度咁樣去搞亂嘅話，令到成個台海嘅形勢牽動到甚至乎南海或者亞洲咧，係一個咧喺唔穩定嘅狀態之下咧，我甚至乎懷疑啫。亞洲啲國家咧，或者甚至乎美西方啲國家咧，係會出嚟撳翻你台灣轉頭，叫你唔好搞局啦。我哋個個都已經唔係好環境㗎啦。我哋以往就以為咧搞局搞亂咗中國，跟住咧喺裏邊咧就可以咧偷雞摸狗，可以咧攞下着數啊，攞下小便宜啊。又或者咧根本咧我能夠咧喺嗰度咧砌冧中國嚟到瓜分中國。但係而家佢哋個個咧都親自入到去中國。睇完中國個狀況，同埋咧的確中國而家嘅實力已經係唔會容許你哋有能力去瓜分佢㗎啦。呢個個幻想唔該你放低佢啦。而家只係話我同唔同佢合作咁解啫，或者我喺合作個過程裏邊可唔可以攞多少少着數？以往我以為對住個咁大個國家，可能咧係要7-3，不過係中國7我3嘅利益，跟住。可能發現唔係喎，可唔可以偷雞摸狗攞到6-4啊？我攞到40%，中國攞60%都好啊！佢實力咁強，係咪？喂，而家唔係喎，中國同你講5-5喎，哇，仲唔叻反應啊？但係如果某啲範疇裏邊，如果我真係實力好夠嘅，我調翻轉頭要攞6-4又如何啫？我6，中國你4得唔得？中國而家分分鐘得㗎，分分鐘得㗎。所以點解好多國家而家走去搶市場啫？個個都話要去，咁梗係啦。你哋班人個個去，我唔去，我咪蝕晒。到時個市場俾你哋瓜分咗，我又冇入到去，我又攞唔到着數。你班人最早入去嘅，中國俾嗰個條件好啲嘅，攞到7-3、6-4係你哋7或者你哋6，中國係3-4嘅話，哇！咁到時我攞5-5，甚至乎調翻轉反過嚟，我只係攞6-4，不過中國6嘅話，我點搞啊？而家先係實際個狀況係咁啊嘛，所以台灣。台獨冇運行㗎，呢段時間搞任何嘢出去都搞唔到，甚至乎再難聽講嗰句，個特朗普不斷咁喺度宣傳自己4月份要去到中國，係咪？已經好醜怪啊！中國都冇應過佢，佢不停喺度應話自己4月份去中國，難道你而家可以搞任何嘢出嚟搞亂特朗普呢個計劃咩？點解要4月份去啊？因為佢個中期選舉啊嘛。你搞亂佢個中期選舉或者佢個政治嘅計劃，我覺得你死得仲慘過你喺度嗌台獨咯，係咪？所以咧真係唔好咁天真啊！嗱，鄭麗文行緊呢條路得定係唔得，就係睇佢喺台灣島裏邊嘅政治動員能力有幾高。但係咧，淨係每日靠一張嘴係唔夠㗎。其實仲有好多嘅一啲地區嘅力量細節嘅位咧，係要做咧，先能夠咧成個鞏固出嚟。再加埋而家個輿論係俾人哋帶住啊嘛，所以真係要努力咁發聲㗎。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